这是我的部落萨杜沙劳部落。我回来参加丰年祭，和族人一起重回祖灵的怀抱，希望能将萨杜的传统祭典与故事透过影像记录下来。萨杜位在达法弄南方1公里，坐落在海岸山脉与花莲溪之间。我们的祖先有些从达法弄过来，有些从巴萨瓦利翻山越岭而来，也有些是从其他部落搬迁过来的。经过祖先们的凿井取水、辛勤开垦，才有今天富庶自足的沙劳部落。虽然部落人口不多，却拥有近400年的历史，因此萨杜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风貌。丰年祭是我们阿美族的新年，在萨杜称为伊利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大家相聚在一起，感念祖先们辛苦的开垦，慰劳一整年守护部落的嘎巴，遵从部落与家族的马多阿塞，也是让年轻一辈的孩子们学习部落技艺与亲近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过去在部落都会有集会所与瞭望塔。集会所我们称为苏拉拉旦，是部落重要事务的决策中心。瞭望塔则称为达库范，是部落警戒御敌用的。在进来萨杜的路上，远远的就看到竹篓造型高挂的牌楼。这是部落族人的创意巧思与精心设计。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军事上的需要，但每年丰年祭，族人们还是会搭建瞭望塔，作为部落主体的象征。当初我们在部落会议的时候，也跟理事会、跟林长，大家还有部落的人，做那个沟通。因为今年的主办阶层是那个阿拉维嘛，结果阿拉维的人员是都在外地，为了生活，为了经济，所以在外地是那个去工作，只有部落的人去构想说今年的丰年祭的门面是要怎么做，因为在我们一直互相讨论的时候，因为刚好今年是100年，建国100年，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用那个鱼篓去当做我们的数字，所以我们做这个牌楼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数字去排，所以刚好是100，就因为这100年是难得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这个100年。文化是生活的累积，在近400年的萨杜历史中，有许多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改变，有增加也有消失。而追溯自己文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祭典中充分享受文化的洗礼，亲近部落的土地，并学习祖先的智慧。而我也将在祭典中亲身追溯自己传统文化的脉络。祖先智慧中最令我感到万分赞叹的，就是斯拉尔，汉语称为年龄阶层。这是部落丰年祭中唯一贯穿整个祭典，也是萨杜越过家族的界限，让全部落的人凝聚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文化资产。祭祖揭开了丰年祭的序幕。
族人们以丰盛的祭品及虔诚的态度，准备献祭给过去曾经为撒杜筚路蓝缕辛勤开垦的祖先们，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飨宴。Tinglah sa kira. Kamu tak asai. Kamu sahu sang raya me. Sabu tat dan nyarok. Kasi ganto sado. San. Namu hamamba. Tatampat ini tera kami ukapah nyarok tang sa ikalas. Dim sedan. O sanay taman matasay. Ani arumbian. Pikiran tu behsan. Ilan, ten kamu matasay. Namadar ko mak. Saya no citar. Ni valso anu niam. Banen ko sa hapan. Rungot no niam mo kapah. Hello bange. Nanay papunong abalan ng matasay. San sa kabit ka to? Kung pak no naro. Usanay, hamamba. Aray kami. Pwede na mo. Tarurun niya nung kapah. Tamat ini. Terus kahan. Hana ko sa kamatir. Hamamba. Ya. Kamu ko ayaw mataasay. Patas kita tamama. Hana ko sa ka. Ya mama. Kamu ko ayaw. Kamay. 在祭祖仪式中，我看到了撒杜文化得以延续至今，是因为族人们对这块土地的珍惜。而族人与土地深切的连结，正是我们与文化相依的命脉。 在撒杜遗址的纪念碑上，刻着开拓撒杜部落5位始祖的名字和开拓的历史。丰年祭的每一个仪式，就像是每一段历史的缩影。 让每一个参与的族人再次回顾过往，并在此体会祭典记忆中所代表的深度意涵。Pada ketentu ko mataasay. Kira di sa tempo ya hau. Padat. Hai. 而原住民的文化记忆，正扎扎实实地记录了这些历史的轨迹。或许时空环境的变迁会使祭典记忆改变，但撒杜引领祭祖的过程，仍保存传统的仪式。 遵循先祖遗留下来的程序，而祭祖正是我追寻文化的起源。光复乡沙老部落建国100周年英灵祭祖仪式开始。当然，我们先行我们纪念碑行30公里，立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哇！
tabang malatau, sasaratano tidar, tatakusano tidar, martip to hakubip tekan to mehsan no panjafina sana na orep, tinanarumial, abural, amehsan, usanay kinyan, kan uli sinom sasalway, tuluarumial, pakaranam anine, paiwa anu tira, parimo anu tira, usanay haw, tamo ni malatau, hatira kiran. 就像夏日朝阳吹来的一阵和风，见到石碑上的红绳随风摇动，仿佛祖灵就站在这里，守护着部落里的每个族人。最后，我们再向我们学习感恩你鞠躬，那鞠躬，上鞠躬。 这种传承文化的方式，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神圣与实际，是真正触动我多年来渴望更加了解自己部落的传统文化与珍贵历史。 Haya iwawa no tayo an. Yeah, ha, we ha, hi. Hoi yo yo ha ha. Yeah, ha, we ha, hi. Hey hey yo yo ha ha. Yeah, ha, we ha, hi. Haya baro to sano mama. 基于努力寻回部落文化记忆的动机，让过去祖先的辛勤开垦不会被遗忘。我静静地在一旁，用谦卑的心来记录此刻的祈水记。因为水是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水人就没办法生存。我天天这里那都自来水的，但是饮水思源，给他感谢加德本。 5位纯真的少女挑着水桶到古井取水，这是撒杜独特的记忆——祈水祭，我们称为巴嘎恩杜德芬。从以前当沙丁的，就是养育这个部落，所以我们每年咖喱新兰都会以感恩的心去敬拜他们，这样水源就会源源不绝。 就不会干枯掉。过去部落族人都需要到水井取水，以维持生活所需。但现在族人因为谋生需要，纷纷离乡背井到都市讨生活，但却从未遗忘祈水祭的进行仪式。 Mahangko sa ausik. Tapi was mihan, nipeh nira teman nukain paburan hati sampai hanu papa, nu mitau nyaro. 我们要出发之前，我喊什么你们就喊什么，声音要比我大声。来多，arum kara na kone. Oh, okay. Mituto ay asari abiso kate tu paparaan mituto ya to 的意思。Kerari koriso。 在阿美族的社会里，执行年龄阶级制度，就是要把部落中所有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无论你的身份背景如何，都要归入年龄阶级组织，彼此是对等的，一视同仁，没有差异，是部落运作所有事物的核心价值，也是凝聚部落的重要元素之一。 祈水祭就是由部落青年组织，在祈水之前，透过祭司
把要献给五口井的祭品槟榔及笃润插在5根竹子上，再由青年逐一跑至每一口井，完成起水祭仪的程序。100年，俺都几多年，干嘛都能不知道？那搞的那样不是那今年，那搞的啦，哎过sampai那个，那么那个吧，是那今年是个，反正好，那个，那那那有是那个，他就说个，哇！仪式进行时，头目及祭司分别对着部落青年嘱咐。他们是部落里每个家族的男孩，他们一到适合的年龄，家人便把他交给部落的年龄阶级组织来教育，参与运作及执行部落事务。那时候tebun hanai nanu ayaw tahsara tining mata asai ka misa niaro tini sado sana utebung pa ayaw mauripai tamdaw anai tati hawe kunanum sana sama ai na rami kirim kunanum ta matini ta ira kirana tebun nanu mata asai ni kakaran ayaw ta mikiningai kami anu tuas tebon ta ira tu nanum na tebon sana kinana ini nunya ma mikinin anu tuas sana kinan lemaknya manini ni kami mama di bawah tebon nanai ha mama matian unam num tuhan matian unam num matadar kunyaro num bisa doai nohan rừng ngao tiền đi khar nu tham lau anu pen pinaruma jika ca eka cai pisawa tulanum nanai hamama ini usah pipasan untuk nunyam tu tebun nanai mati aho unam mu mutuan unam nu matadar unam nu niaro salah ilam oh hoi yo ho hey ai ha hoi hey ya hai oh hoi ha hai ahoi oh hoi yo ho hey ai ha hoi hey ya hai oh hoi ha hai ahoi oh hoi yo ho 大家围着水井，跳着带有情感与温存记忆的乐舞，呈现出部落为感念这5口古井饮水思源的深深敬意。撒豆起水祭的内涵，展现了阿美族这种核心价值的运行，而这样珍贵的文化宝藏，不该因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流失于这个年代。感佩先祖用这样的文化洗礼，来延续族人饮水思源的美德。古井的水如同祖灵的祝福，头目及祭司用榕树的枝叶将井水洒向族人，祈求大家平安，并洗去过去1年的不顺遂。领受祝福的部落青年在广场中再度引吭高歌，透过歌舞
继续传承部落文化。丰年祭中的传统乐舞，对我们来说是和祖灵的沟通与对话。对外来的人而言，却是一场热闹的嘉年华会。我觉得很好玩，而且就是大家都非常热情，觉得很有趣。其实因为我也是个游客啊，就是有点走马探花来看看。然后也有跟就是大家敬酒这样子，就是请大家喝酒，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的热情回应。其实我昨天也非常有运气，非常能穿过他们当地人的一些服饰，然后我觉得真的穿了之后更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对，那更能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平常我生活之中，真的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些东西。如果政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把这个文化长久的保留下来，不要让它遗失。这种历经无数个年代、口耳相传的传统乐舞，成了累积族群文化最丰富的特色。在手牵手共舞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传统乐舞的重要价值与群体力量。正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地激励着每一个舞动的族人，在双手相连中将文化流传下去。会场中时而高亢的歌声，时而豪放的欢呼，欢乐的气氛从未停止过。而歌舞中也能不时发现年龄阶级的运作模式。这些传统乐舞是我们从小唱到大的，正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每一首祭歌吟唱中，我思考着，如果这些传统乐舞渐渐消失，我们将拿什么与祖灵沟通，又能拿什么给后代子孙传唱？加上现代原住民流行乐曲冲击，甚至瓦解许多族群与部落的文化生命。究竟传统乐舞的位置和定义是什么？传统技艺的文化生命又该何去何从？试想，有谁可以享受同样的歌，从早到晚一再被重复的传唱着？有谁可以经营在同样的舞步，从早到晚一再被重复的跳着？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记忆歌谣可以深植在年轻一辈的孩子们身上，也丰富了原住民不同的文化生命。场中只见族人们个个越跳越喜悦，越唱越大声。在整齐有力的歌舞中，我们召唤了祖灵，取悦了祖灵。此时此刻，祖灵也和我们在这里同庆丰收。这眼前的乐舞让我感动。原来传唱是我们延续文化的一种方式，更是我们阿美族文化显出与众不同的地方。传承部落的精神就会聚集在一起。因为每年一次，我们这样丰年祭庆祝一下，它就像我们的那个过年。看到这么多人回来，其实蛮感动的。然后这个部落才会团结起来，这样大家会更珍惜这个部落。哇！Sa pikit mo na. Sa katam daw. Sa patingin no kapa. Haway kutuba. Sa kunan no toas. Sa kamato matinay haw. Kuni karay. Ray taan ini. Hakim malmitan. Sa kabana militay. Tuwi na tumama tukton. Tani niyaro ay sa kabana. Tuwi paak no niyaro. Tani lumaay sa kabana. Tu katayaran. Kamu na ipaputalay ningan katayaran no lumaay. Usanay kinyan sama to mati. Lao ko nano to as usanay kinyan sa na. Kamu ikaw sa ito. Waray hangko misiwaray. Waray hangko proraway. Uni po nga ta sanay kinyan. Okay. Tao ka pa no sado. O kumi tapi ayo sanay kinyan sa. Wow! 丰年祭中每一个祭典仪式都有它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matinya ya tarana i pasatip sa timol matayal kapah nu niaro suwa kabanaan era tu ligasan tu nu wenghua nu pulo nika kami ura umat asai kupainia tu kamangai nai kamangai mi satana mi satapang sama panatira na wenghua na nu yenzumin 其中顺服、尊崇是我窥见的巴希瓦外貌。Anu saya patanaman pabanaan no malitengah ye mabukira itu cara tirana wengkua na no pulo. Dunia selain di hamatira kufa kiran mipala to iran Pala sana wawa, ira sana huya nening ira seriusai, ira nening ira tapi taklif, tapi ala tu memangai wawa, seriusai kira cesen ira tu materai ni paiwa sana. Nah hanire, miki temerai tu kapah matira, miki temerai tu saka cai kararu mua, kararu ka matayar. Saka ibu na kami sanyaro sanay kiran. 仔细听族人的解释，才知道巴希瓦真正的含义。以前丰年祭是从夜晚持续到清晨。 在第二天天刚破晓时，便会展开巴希瓦。Berakibo. Para katong paliding. Nakadato tumaba no nonghoy. Kamu sa ko ayaw. Para katong paliding usanay. Kamu sa si munday kutal usanay hakibo hao. 跳了一整个晚上的青年，尽管疲惫不堪，仍必须撑着身子到头目面前，接受长辈的训勉，最后再独自喝下一水瓢的米酒。 其实，巴希瓦有着深度文化脉络的内涵。部落事务是由年龄阶级组织来运作的，青年表现好与不好，长辈心中自有定夺。 Agakapawan, tumbat tinday. Jeputun ko ina, nengen ko rumah, injaro. Di saya to, bukan korban sana. 谁照顾部落，谁孝顺父母？此时此刻，答案揭晓。喝下一水瓢的酒，是惩罚，也是奖赏。 巴希瓦是萨杜典型的文化传统之一，在这里展现了青年对部落努力奉献的心力，以及团结和谐的社会伦理。
巴希瓦结束后，族人们会前往这一年家里有亲人离世的家庭。家族的成员会把离世亲人的遗照抱在胸前，与前来的族人共舞，仿佛照片中的人从未离开过我们。这项传统的族丧文化是萨杜显出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歌舞在族丧祭中，因着思念亡者、安慰丧家，而在心境上有所改变。欢乐的歌舞一下子成了不舍与悼念。而丧家及参与除丧祭的族人们所流下的眼泪，正是族人与丧家彼此间最深的安慰。除丧祭本质上呈现出阿美族年龄阶级彼此更加深厚的情谊。感恩正是支撑这场除丧祭的精神主轴，也是不为外人深知而富有深度的传统文化。用汉人思维是无法想象欢乐与悲伤的氛围能够同时在一场传统记忆存在并行。主流社会更是无法体悟这种透过除丧文化将丧家过去一年哀伤的心情及不好的事物赶走，同时祝福有好的开始这样深远的意涵，也表现出阿美族传统文化中族人相互扶持的部落生命共同体。这种让部落更有凝聚力的除丧文化，正是萨杜原来文化的精神面及传统的本质，使我空虚的文化心灵再次得到主角文化后的满足。夜晚来到，祭场中的灯光明亮，照亮了一张张族人的脸庞。头目稳坐在场中，带领着族人进行丰年祭仪中的情人之夜。阿美族是典型的母系社会，在过去，部落少女会在情人之夜向属意的男子赠送情人带，
表达对他的爱意。到了现在，演变成为青年男女彼此互相认识的欢乐时刻。在情人之夜的前半段，仍是年龄阶级伴随着传统技艺在进行，但到了情人之夜的后半段，现代原住民热门歌曲被大声的重复播放，传统舞步也瞬间成了年轻人的流行舞步。会场的氛围开始夹杂了传统文化的风貌与现代的流行色彩。一场尽情于传统技艺的丰年祭，随着现代舞步的变化与歌谣的律动，交织成一幅不相称的画面。我好奇着从头目及耆老的眼中望去，这样的情人之夜，在过去他们是如何进行的呢？这是不是这一代年轻人所认为的文化传统，或是汉人眼中的丰年祭的刻板印象？年轻一辈的族人将现代化的歌舞融入在祭典中，我不禁思考着这样的转变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因为这代表着我们不再只是唱传统歌谣，也预表着将来我们可能会渐渐遗忘传统歌谣的传唱。我反省着这样的传统还能维系多久？第3天，我顶着太阳，沿着只有短短1公里长的马路，朝部落的苏拉拉旦前进。沿途欣赏着部落风貌。不要做定高一点，还要做最差的打算嘛。啊，那个两个把放在一起了。
撒度丰年祭有项传统文化依然存在，就是巴利木，是自有部落以来族人所一直沿袭的传统文化。Anya sa Romian, perko re tununya mi sasaloi, sakasan hau, mangina parimo, sanai, dian sane, hai, kukurusang, kamu vana inai, mi tayranta, kalau amya tu amu vana re, iran hau, usapatake nunyam, sangko vahai saka, situdong, ko saparimo. 巴利木的文化意涵在仪式进行中，代表的是聚落与家庭的观念，而这也正是阿美族年龄阶级制度的再次展现。今天头目要接受所有族人今年的第一杯酒，并祝福献酒的族人。巴利木开始，部落女子纷纷将手中的第一杯酒争相送至头目手中，希望能获得头目的祝福。而第一位将酒杯送至头目手中的人，高兴地接受今年的第一个祝福。头目之后，就是部落的马多阿塞、家族的父执辈及丈夫和兄弟，透过手中的酒，感谢男人们过去一年的辛勤付出。巴利木只见祭场中男子苍劲的舞步，展现了豪迈、勇敢的精神与活力；而场中女子曼妙穿梭的身影，则演绎了传统社会中敬老尊贤与分享的文化。阿美族的年龄阶级制度，表彰的正是敬老尊贤的身体力行。而巴利木的核心，说明了阿美族文化中先部落而后家族的传统价值，更有着敬老尊贤的意味在。这说明了撒度的年龄阶级制度，在时代的蜕变中，仍是部落继续运行的主要动力。为期3天的丰年祭，在巴利木的仪式中将告一段落。我们透过传统歌谣的重复传唱，并借由传统技艺达到赞颂祖灵的目的。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格六，是这里的小孩。然后我每年都会回来参加沙劳部落的丰年祭，然后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回来就是希望不要跟自己的部落脱节。我是一个从外地长大的小孩子，但是我是部落的一份子。我们每一年都会回来参加我们的仪礼训，目的就是要延续我们的文化。我很骄傲，身为沙劳的一份子。我也希望说，所有在外面的小孩子，只要你是沙劳的人，
每一年一定都要回来参加我们的丰年祭。我想，先祖们就是以这样顺着内心的感动，传达出他们心中代代相传的感恩与敬虔。Unyaro numita kusatu. Kapag malakaw. Kasalatan no chiga. Ayen. Hai usado akan kinaan niya ma nai chua ai kiran kami tunyam nai pasawali ai kami mafurawai pasai ini aka kaitini kaitiraw kamu sa school niya ro kiran ta parunai sa tatal santini kusado paruma nai chua ai kinanasado ai chơi cầu tập á luôn này pasawari ai này timur ai kira ma rasi takumi horor ko marini nai iwari mahanai sa paruma sa sini kami ayaw